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是第3届去到美国华府访问，伊也去到美国国会山庄会见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希望国会通过增加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追加预算案，而且和美国总统拜登做伙举行记者会。本地进前，拜登的言论是讲，无论战争拍偌久，拢会支持。不过即马煞变做是会当支持偌久就偌久，外界也质疑讲这态度真有可能已经转变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日第3摆到美国华府访问，展开真积极的游说行程，伊到白宫甲美国总统拜登来会面。拜登进前是强调，会大力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无论会用偌久的时间。不过，即摆拜登伫记者会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用偌久是偌久。这句话被解读，美国伫支持乌克兰顶面的态度可能有所改变。We'll continue to supply Ukraine with critical weapons and equipment as long as we can, including $200 million I just approved today in a critical needed equipment, addition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rtillery, and ammunition. 乌克兰战事陷入困境，甲去年泽连斯基真风光访问美国，并且得到美国500亿美金援助案件台务比较。泽连斯基即摆行程更加显得级别，伊到美国国会山庄会见共和党甲民主党的领袖，恳请国会通过增加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追加预算案件。众议院议长强森虽然甲泽伦斯基会面，也无公开翕相，也是影像，显示共和党得到军事援助案件立场并无改变。Fighting for freedom, we stand firm. No matter what Putin tries, he hasn't won any victories. Thanks to Ukraine's success in defens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are safe from the Russian aggression. 根据白宫在的情报，乌克兰最近伫阿夫迪夫卡甲辛帕夫里夫卡的战斗中，互俄罗斯损失惨重，造成13000人伤亡，也有损失220多台的战车。也那俄罗斯是认为，即要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用尽，度过这冬天的军事攻击，俄罗斯最后也是会得到胜利优势。公视新闻深度配编译。